大学都没有人注意到他。那时候我本来是把他拉到江南药理科技大学，结果他到最后而且那时候我要带他到日本那边都讲好了，结果他爸爸觉得还是留在台湾，因为那时候看他的潜力是什么，他打到球的时候瞬间他这个出击很好，球棒的延伸延得非常好，所以说球他的抛物线非常的远，他本身就属于长打型的打者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心态上到现在还有，因为他每年的11月份球季完都会到我那边练习的，我就以我那个年纪来讲，我都一直跟他讲，其实一个月领到60、70万的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你月薪已经领到快70万了，要你来找我，我那时候才领到40万而已，我怎么教你？但是唯一的我可以把我那时候38岁、40岁那时候的经验传给他，而且我也觉得他的速度，球棒的速度在下降了，重点就是速度。一个好的打击者，最重点还是球棒的速度，还有他的死角，因为他来都是我本身去投给他打的，然后投给他打来讲，我正面在看他的缺点都跑出来了。缺点，到现在练小球还打不到，这是他的盲点。每一队都知道，每一队我在比赛在看的时候，每一队都知道，这个如果能突破的话，可以打到42岁左右，前面打而且还会再出来。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找你？他刚好这个其实这个很偶然，你知道吗？他在网上找那个他要练那个体能教练嘛，找教练，结果找到我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也不知道是我儿子，结果在练1次2次，练完有讲到我说爸爸是林仲秋，而且我本身在跟林丽姐就很好的，因为这个本身在新农的时候当兵的时候，在新农的时候我也教过，而且高中的时候我也教过，所以说印象特别深刻。他就可不可以来？这当然可以啊，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啊，而且又姓林。对不对？然后都叫邱爸爸，我叫个老，真正要70岁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39岁就有一点点了。每当到了新竹比赛球出来都1半呀。而且那个成绩波跟变化球，到了本垒的时候好像会闪，而且唯一的就是直球他从投手投很清楚。很清楚，所以说我到了退休那2年，我都全部抓直球，很清楚啊！我宁愿被他3振不要紧，我抓直球就好。多球都唔知哦。我就被人讲啊，你全部抓直球还缺到啊！你有甲周思齐、林志胜投过清楚。这种秘密只能跟你记者讲。